世界来关心科学界最近有出现轰动全世界，也毋过嘛有争议的研究。这是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家最近是偷解利用人类的干细胞来创造出亲像人类胚胎这款结构。这科学家是对外表示，因的目的是要来进行医学研究，亲像讲要来了解为虾米人类会流产。啊，毋过呢，学界即马是较烦恼讲，这款人工合成的胚胎恐惊有科学伦理的问题。 免靠卵子和精子，唔要受精，就会当制造出胚胎吗？科学家即马甲你讲有可能。英美研究团队进前是分别发表2项研究，研究人员是利用人类的干细胞，成功产生出14公大的胚胎，这嘛是学界史上第一摆。 We also would like to improve our model because we see that it's beautiful in one way, but has some aspects that are not fully mimicking real human embryo at the time. 利用干细胞生成胚胎的是剑桥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学者，和美国亚洲大学的团队，因嘛拢模拟胚胎放入去了后的阶段。但是剑桥的团队，因的研究还未经过同侪的审查，怎样要安尼做？因为长期以来，科学家对人类早期发育的障碍，怎样的肉体顶拢想要知。 And fresh insight that might come from the use of the stem cell-based models of human embryos might lea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of miscarriage. 研究者个认为讲，利用干细胞来做胚胎的模型，会当去帮助更较侪病的研究。但是合成胚胎敢会出现亲像复制人这种伦理争议？共款在研究生物医学的学者讲，目前的研究无法度把干细胞放入去人体，就是讲这个胚胎的模型无法度变作红圆仔。但是科学进步的脚步若伤紧，确实是需要进一步来监管。 But by contrast, there are currently no clear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use of stem cell-derived human embryos. So I think there's really an urgent need to look at these regulations to provide a suitable, ethical,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creation and use of these stem cell-derived models for research. 搁再干细胞研究学会的指导方针规定讲，科学家袂当甲任何人类胚胎模型放入去人类也是毋是人类的子宫，但是对合成胚胎会当伫实验室生长偌久，目前无明确的规定。公司新闻齐婉玲翻译。啊，那咧。